我爱你。太烦了。別人笑我太瘋癲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完整重播。你好，我係陸文敏。中國微短劇由國內爆紅到海外，由霸總到太奶奶，穿越古代仙境到末日審判，無論喺 TikTok、YouTube、Facebook， 甚至係 IG Reels， 是但呢都會玩到呢一啲微短劇嘅。最近我仲發現啦，唔單止有中文版啊，日文啊、韓文啊、英文版啊都有齊晒㗎噃。我曾經呢都俾呢一啲微短劇吸引嘅，因為一開場即高潮啊嘛，主角好人同配角壞人分得清清楚楚嘅，壞人呢就會不斷咁迫害嘅主角，而主角呢就會一路忍到最後呢嚟一個大反擊，成功逆襲嘅。初頭呢啲節奏明快、劇情誇張嘅作品，的確真係會引起大家追睇嘅興致嘅。就算明知道劇情好誇張、對白好智障，但係呢幾十億嘅點擊率呢，證明咗大批網友會一面睇一面鬧，追到半夜呢都唔好瞓覺噶噃。我覺得最離譜都係呢，明明1個鐘唔使就可以睇晒嘅一部短劇，可以夾硬打晒佢70-80集咁多，每一集啊得個2分鐘咋，睇廣告啊都長過每集內容啊，睇嚟都唔知為乜。我知可以俾錢解鎖就唔使睇啲廣告啊嘛。但係喂，我入戲院睇高清大銀幕荷里活大製作嘅電影都係20ringgit嘅啫。我上網 check 過㗎，微短劇一集咧最低係賣緊66 cent， 俾佢80集，喂，一部微短劇要53 ringgit 㗎啦，貴過一部精心製作嘅電影啊！點打啫？依家靠 AI 技術，中國微短劇㗎已經嚟到革命性改寫影視工業㗎啦。AI 製作啊，唔需要請演員，唔需要搭又或者係租借啲拍攝場景，主角要幾靚就可以設計到幾靚，完美嘅五官同身材，最重要都係製作成本拉低，但係市場反應同埋經濟效益係幾10倍暴增啊！你係老細啊，你自己話啊，呢盤生意做唔做得過啊 ？BBC 報道話，2025年呢，中國微短劇嘅市場規模呢已經係超過500億人民幣嘅啦。到咗2027年啊，會衝破1000億啊！雖然我都已經唔再睇任何 random 滑到嘅微短劇啦，嚟去啊都係個幾篤屁嘅故事對白，睇多10秒鐘我都慚愧，點解要浪費自己寶貴嘅人生10年？不過我唔睇呢，都仲有幾十億人會繼續睇嘅，冇噶啦，趁仲有電影上映嘅時候，珍惜去戲院睇戲嘅日子啦。我相信不久的將來，我哋唔會再有影視工業噶啦，只配擁有一條情緒流水線。微短劇贏嘅唔係故事，係人性，而我哋輸嘅唔係錢啊，係耐性。Melody 女神經每逢星期1至5朝早11點首播，下晝5點重播，錯過咗仲有星期6朝早11點完整重播。下載 Melody App 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 Melody 女神經啦。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新年快樂。
下用心，不要想着过去，新一年开始，你不要再做犹豫，对着爱的人要表达你的心意，不要收在心里，大声说我爱你。对面的女孩一起 say hi， 这里的男孩都非常的帅，春天的花朵朵朵的开，跟着我就能够找到爱。